死足侪人。當然誒，迄咧做內底放炸藥啊，毋是當然毋是咱台灣做誒啦，因為有授權，可能授權有國外去做誒啦。先講我授權啊，你家己到你咧做，我 BB 扣，咱即項要咧用，咱是講我國家誒用啊，結果毋知影迄個佇迄個所在用咧內底甲放炸藥。放炸藥啊，講大掛咧吼，因咧黎巴嫩咧，因咧講戰爭國家嘛，掛咧才會知影，哇，一個 BBB 怎崩去啊？當時比哦，哇，BB 怎崩啊？咱掛褲頭較濟啊，也無地身軀啊，崩了攏翹去啊，所以死足濟人。所以這 BB 扣案件，當時咱引發全世界誒關注，你敢知影？即馬咧有13個人跨海來台灣啊，咧過來。這是黎巴嫩真主黨的成員，因使用嘅 BB 扣咧，即叫做 AR-94嘅，佇陣呢發生連環爆炸，造成9位死亡、3000個受傷啊。所以引發到國際關注。即個 BB 扣嘅即個公司咧，就是阿金阿波公司啊，金阿亮當本地人。最近相關爭議延伸到民事法庭啊，有13個外籍人士跨海甲阿波羅公司嘅董事長口稱講侮辱真頂人，提起着損害賠償並且申請訴訟救助啊。那麼阮個13個並無佇這個頂懸簽名。那麼而且委任台灣的律師提起訴訟，也無提出經過咱個主辦單位認證的委託書啦。所以裁定有提及到外國人當事人佇國外出具委託書，這天數攏愛迄個啦。我講因此認定，即屆裁定將對天數合法性無對事實責任作出判斷。所以專人了會當提起控告啦，這個證件保濟權啦，重新那個個案嘅啦，因為這天數無完備啦，天數無做啊，這個委託書當時攏無啦，所以咧就去互司法庭院嚟裁定，這13人來要告嘅這被駁回，駁回啦。就是迄 BB 扣案件啊，因佇2004年啊，佇黎巴嫩，因咧真主黨誒逐人伊遐攏掛 BB 扣爾，BB 扣內底拍字安尼看爾，單向聯絡、單向聯繫誒，毋知影講後面嚟倒一個就聽講是以色列人，從咧迄個做一款內底放炸藥，B 崩去啊，也是個着 B 幾號伊個電線燒只就崩去啊，要收死9位啊，3000個，食來講，不過這就是在台灣10幾個人來咧告請求賠償佇這部分呢，無法度啦，可能符合賠償所有的地方的法律。另外，可能講起到，有一件這個叫做超速51公里啦。當然，這超速51公里這就愛點發或者發音嘛。台北一個縣長男子咧，佇22月頭早開車經過着太平區太提西路，時速會達到91公里，那麼當地限速只有40公里，所以超速51公里，罰款12000塊，吊牌6個月。縣長不得提起行政訴訟，伊講為公德橋倒發太提西路。但是警方的測速處地標準是設佇太提西路甲中藥街口，根本看袂到。那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勘驗現場，相關證據，縣長確實無經過本案的設置地點。
所以技法无符合，无符合法律程序啦，所以咧，甲判罚撤销啊，即撤销介少啦，普通法律拢偏啊往咧吼，会较低咧吼，有哪照法安尼啦，就是撤销介少。宪兵人主2024年12月7日，透早开着车，经过太平区太地西路甲中益八街口往大理方向，结果有票人加翕去啊，驶91公里啊，限40驶90去啦，这个点快，不好等伊讲，伊不好等伊提起诉讼来，提起诉讼后来看看咧用免款咧吼，有过关，无普通拢无过关较济吼。来安排着歌曲了，等佫倒转来节目现场哦，感谢你。